一两三，穿新衫，四五六，册爱读。是回唱那一段没有，回唱那段没有，回唱那边没有是这一哎呦。段才有哎呦。你现在放的地方没？我其实创作这个吼是一种会当对话的歌，一种动心弦的歌，佮是一种会当耍、会当去运用教学的歌。他唱出，唱好唱啊花草听。想学流行歌吧，那有的那个少年人嘛想要学国外的流行歌，可能英文无真好，可能日文、韩文无真好，但是伊为着听迄个旋律，伊真意爱，伊就去唱，去找足侪资源去学遐个发音，可能伊嘛毋知影迄字是啥物意思，但是伊会当照迄个旋律甲迄个歌词唱出来。那歌安怎唱得开我？会比较顺一点。三四五六，来，一人一次，来，你先。四五六，来。四五六。我咧创作的时，我会为天顶的白云，涂骹的溪水，然后搁有树啊有花，我会互伊有迄款动态的出现，然后其实迄个画面就出来啊。七八九，有头脑。老师不要去，因为这有囡仔做会后边画，只要就做这一的。它会变这样子。这应该是我做过上复杂的台语童谣。加文，因为老师伊的写的歌是伊的意义伫的嘛，伊就是要去表现台语之美嘛。咁过我即马就想讲，安尼我做的话就可能去流于迄早教材式的东西。对，我想要甲做成一个讲内底有一个世界风地的，内底有一点电子的感觉，有一个流行歌的起承转合。因为像老师伊的词足长的，所以讲我会当甲写成主歌、副歌，中间有真正 rap。这其实是大项物件我内底啊。唱给阿公听，如果是唱给阿就会怪怪的。啦啦啦啦，吹泡，卖伤比的。嘿嘿嘿，你卖收笔。唱好大。